大家好，歡迎光臨。好消息，可以見到舞台姜啦！韓國男團 Super Junior 嘅成員圭賢將會喺3月22日嚟到澳門嘅倫敦人綜藝館舉行演唱會。呢次演唱會係為咗慶祝圭賢出道10週年，意義非凡。圭賢作為 Super Junior 嘅主唱之一，唱功實力備受肯定，仲曾經參與多部音樂劇演出，舞台經驗非常豐富。而今日，主辦方公佈咗一個好消息，就係圭賢邀請咗姜濤擔任演唱會嘉賓。人氣王姜濤今次同圭賢合作，相信會帶嚟唔少驚喜。消息一出，網民反應熱烈，有網民留言表示期待佢哋嘅合作，好奇佢哋會唱咩歌。有人猜測可能會係好得太過分、岩巉或者風雨不改。另外，亦有網民話好期待睇到姜濤嘅舞台演出，覺得今次合作一定會好精彩。我自己覺得呢個組合幾有趣同埋幾有新鮮感，因為圭賢同姜濤都係男團出身，但風格唔同。圭賢嘅唱功同姜濤嘅舞台魅力結合，應該會帶嚟好特別嘅火花。唔知佢哋會唔會合唱一首廣東歌或者係韓文歌呢？相信粉絲們一定會好期待。Mirror 4位成員組成嘅妹豬組最近飛咗去韓國首爾拍攝團中，據知佢哋會喺當地逗留大約10日進行拍攝，可能趕拍攝進度，搞到冇覺好瞓，真係辛苦晒佢哋。有 fans 為咗先睹為快，不惜大灑金錢包車，全天候跟住4子，好熱情喎。從 fans 影到嘅相片中，見到姜濤同其他成員拍攝緊傾偈嘅環節，睇嚟拍攝期間都幾輕鬆愉快。今次佢哋去咗南怡島拍攝，嗰度環境好舒服，風景又靚。喺咁靚嘅環境下，姜濤應該會帶嚟好多輕鬆又有趣嘅畫面，想睇嘅話請密切期待。另外，小編之前都整過一條片，影到姜濤喺拍攝期間燒棉花糖嘅樣，大家可以重溫翻呢個可愛瞬間。小編放條 link 響描述欄，有興趣可以去睇下。片中見到姜濤燒棉花糖時，好似俾啲火舌彈到，佢就縮一縮，其實係好自然嘅反應啫。不過小事一則變大事，某啲傳媒最喜歡一條龍服務招呼姜濤同姜糖，連網民嘅留言都可以變成新聞，真係佩服佩服。花姐喺旁邊提醒佢要好 man 咁，可能係想佢表現得更加專業啩，或者係劇情需要呢？不過花姐下次可以細聲啲或者溫柔啲講，咁就聽得舒服啲啦。仲有就係，如果再遇到類似情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至於姜糖咁緊張，都係因為太愛錫姜濤啫。粉絲愛錫偶像係好正常嘅，明白嘅可以理解。不過大家可以放心，姜濤係醒目仔，佢一定搞得掂，佢會識得見招拆招噶啦。呢件事其實好小事啫，大家放輕鬆，期待新鮮嘅舞台姜。再有姜濤新消息，再同大家報道。有嘢想講的話請留言，喜歡的話請訂閱讚好，支持下小編呢個小薯頻道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